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18，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赶紧来关心站10点外，一台游览车驶伫国道1号5股到油门的高架桥往南，驾驶是雄感觉车辆怪怪，赶紧带14个乘客逃生。真正无到10分钟的时间，游览车规台捣毁，加载无人伤亡。有民众开车经过高速公路五用高架时阵，看到外线路径有停一台游览车，规台车捣毁伫咧烧。游览车烧起来，什么鬼东西啊？太扯了吧！国道1号五用高架路南47.5公里的所在，在这项10点外，有一台游览车驶到一半，敢若是故障。56岁姓尤的驾驶赶紧将车内14位乘客落车逃走。无到10分钟，游览车就规台捣毁。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赶紧拍火。经过半点外钟，才将火控制掉。那你怎么发现车子起火？怪怪的味道啊！开车的时候怪怪的味道，有看到火光啊，就开到路边了啊。规台车烧到只敢剩车架啊尔，14位乘客由客运接班车再离开现场。为什么车会捣毁？驾驶讲也唔知。警方讲，若发现车有问题，人落车了后，将会面对着车来的方向，退到较安全的所在，请人来救。好在在这件事故无造成人员的伤亡，警方也伫咧继续做调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继续关心桃园市龙潭科航园区第3期，因为要扩大征收土地，引起当地人不满。即马台积电伫昨昏已经对外宣布，经过评估，因决定放弃直接设厂。为了解决台积电2奈米以下扩厂用地，地科管理局规划龙潭科航园区扩建第3期计划，引起当地民众造成的自救会抗议。对此，台积电发出声明表示，经过公司评估了后，现阶段条件未阁考虑进驻龙潭园区3期，维持过去扩厂步调，继续甲管理局合作评估台湾适合半导体建厂的用地。回溯到2022年的地方的一个县市长的选举的时候，当初政府所开的一个政策的支票，就是希望台积电去那边去设1奈米的晶圆代工厂。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其实台积电都从来没有说过要去龙潭那边盖晶圆代工厂。在我的看来，其实就只是一场闹剧而已。其实早伫今年7月，台积电总裁桂德嘉伫发说会就公告，2奈米会预计伫2025年量产，所以根据台积电规划，2奈米制程已经先伫竹科宝山建厂中。高雄厂也因为28奈米改2奈米先进制程，厂房需求变更设计中。那中国除了规划2奈米，下看扩建进度无排除延伸到1.4奈米。虽然台积电表示先进制程主要产能留伫台湾的方向无变，也毋过发说会进前传出可能调降今年资本支出，也引起外界关注，敢是会影响未来1奈米生产布局。那我们也会在协寻土地上面，还有相关的水电的协助，一定都会全力来配合台积电。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州的厂的设备机台将会延迟进入到亚利桑那州的厂，所以说台积电这个时候的话，一定就可以调降它的资本支出。1奈米目前其实还在研发的阶段，估计大概也是要到2027年左右才会正式的导入量产。王美花强调，佮加上最近伫 AI 晶片的事件，台湾拄好有先进晶片的制造甲封装，所以带动 AI 电脑主机供应链的加价，包括电脑主机在帮散热器、显卡等，佮一派体现台湾是全球重要的供应链。所以台积电未来扩厂需求，政府一定会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科航园区管理处推动龙潭科航园区第3期的扩建案，这是引起当地人不满。因为即马台积电已经放弃所以竹科管理局是表示会重新来调整扩建的范围。台积电无要来，有民众感觉真拍算、真可笑，也毋过反对征收私人土地的自救会成员是呼吁爱赶紧撤案，安尼危机才算是真正解除。
行入西乡园社区的路面，两边边仔拢挂白布条，表达强烈反对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的扩建。住伫遮已经20多年姓朱的负责人，平常时靠资源回收来照顾一家伙仔。伊讲伊住的所在若是去用拆掉，新的厝伊根本就买袂起。伊讲政府硬要征收土地，是要逼因开口罩行地路。我们的征收房就跟那个破铜烂铁一样，它的安置房是钻石，我们买得起吗？一个厕所我们也买不起，祸国殃民，是不是要逼我全家在里面荡秋千给他看？两科3期的扩建案面积要到160公顷，八成外是私人的土地，有居民一路表达反对。德科嘛伫9月讲，排除南平密集的主题区，虽然几啊工前台积电甲自救会会谈当中表态，放弃伫当地起工厂的计划，不过自救会认为讲危机还未解除，德科并无讲要撤案。我只能说我们的政府很厉害，玩阴的很厉害，摆明的就是国家跟我们老百姓在抢地，摆明的。最终，我们最希望的是你案子就直接拿掉。伫扩建的预定地附近，会当看到买土地的广告，有居民讲土地价小已经翻倍，翻了好几倍哦。是很多人都想要卖农地吗？当然，很多人想要卖啊。有居民讲，伊理解反对征收者的处境，不过认为台积电若无来真拍算，伊希望有开发，阁无希望环境受到迫害，心情真复杂。当然是复杂，因为我对环保意识是非常注重。不做是有点可惜啊。德科管理局顶日表示，扩建案是为着让台湾产业自力升级，不是为着个一个厂商来征收土地。因应地方无共款的声音，会重新调整扩建的范围，评估用地需求。原本10月份要举办的第2届公听会延期，不过自救会强调讲，征收无符合必要的条件，而且违反宪法保障的生存权、财产权、甲基本人权，19要搁去德科管理局来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关心，经过半年的筹备，咱台湾驻米兰的办事处已经挂牌啊！真侪对咱台湾友善的意大利官员拢有到现场。也若进前，外交部的外管处有标出性骚扰风波，经过调查，争取菲律宾的代表齐培勇，也搁有争取泰国的代表曾石涵，两个人性骚扰案拢有成立。外交部讲已经把审议的结果送予监察院去处理。大家准备好了吗？1、2、3。经过半年的筹备，咱国驻米兰办事处揭牌，宣告正式运作。包括今年6月要访问台湾的意大利参议院副议长钱玉友，甲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副主席等等几个的意大利的政要，拢来见证台湾意大利关系有新的发展。头一任的处长林赞南，还搁现场唱意大利的欧佩拉。台意关系近年迅速成长，双方在经贸、工业、科技、文化、学术等领域交流频密。意大利国会去年3度通过友台决议案，充分展现意大利对台湾的强力声援。外交部长吴钊燮嘛透过影片表达祝贺，讲意大利是台湾伫后边的第3贸易国，这几年双方真正互动，希望加强交流。不过伫新办事处请人开幕的时阵，第2日驻外使馆连续标出性骚扰的事件，调查的结果嘛出来啊。3个申诉案分别经过外交部性骚扰申诉委员会审议，性骚扰均成立。菲律宾的徐前代表是记大过1次，黄姓外交官是记过1次。那由于庄前代表他是政务人员，3个案子的处理结果也都已经函送监察院。争取菲律宾代表齐培勇，向表出在任的期间，硬甲菲律宾籍的女秘书长硬甲金登记性骚扰。争取泰国代表曾石涵，嘛去女秘书指控讲，伊伫车底扭伊的手，过程有到半点钟，而且一直叫伊去房间内底讨论行程，互当事人是感觉真惊吓。一个省委外交官是去互一个前外交人员发文公开讲，伊会传信息，甲用私密相片甲伊骚扰。外交部表示，这3件性骚扰的案件拢有成立，相关审理结果嘛函送监察院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阁做产水蓝涉嫌涉密危害国安，协助咱台湾南韩的工作人员，即马已经互南韩政府抓起来啊！外国媒体有报讲，南韩为着要避免互中国经济制裁，去年尚无有起诉3间南韩的国防厂商。也若咱国防部长邱国正昨昏伫立法院时表示，目前咱的检调嘛已经在调查。
投资者各自将南海群号当来赶工打造，要过协助的南韩国防承包商所获南韩政府查办，设备风波炭烧。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指出，南韩避免萨德防御飞弹系统的事件个发生，和中国经济制裁，去年以违反无协法为由，起诉至少3间南韩国防承包商。国防部长邱國正17表示，会当讲干部知影这件代志。已经进入了检调单位调查化，我们不会去再多语智慧，因为讲了任何一句话被引用了以后啊，会穿凿附会的，就是造成更大一个波浪，就没有意义的。邱國正直接講，煩惱後手的建築，要過投資者完成人一定要通過測評，未當無盡。針對南韓起訴國防承包商，監視甲國民黨立委馬文君去年1月將資料交予南韓有關係。邱國正表示，擁有的無適當。民進黨立委王定宇指出，南韓封掉2間魚雷鋼廠商，行政院長陳建仁回應，涉密無可取，影響咱國處置技術。外交部長吳釗燮講，有損國家信用。希望來協助我們的這些必要的國防的設施的時候，那如果接下來沒有人願意幫我們忙的話，損失的就是我們國家，損失的就是我們的國防。現在在傳說，我們外交部有協助傳遞什麼樣的這些資訊，明確的表示我們沒有，絕對沒有。記者綜合報道。當在關心天氣，今仔日東北季風減弱，所以這方面的水氣會減少，而且日時嘛小看回溫。咱同時來看溫度。今日和明仔東北季風減弱，轉透東風。咱台灣各地澎湖、金門、馬祖攏是濟雲到好天的天氣。東半部恆春半島會落地漸雨，過道山區嘛有機會會落雨。溫度的方面，全台灣今日低溫是21度至25度，高溫有27度至31度，攏有小可回溫。這款的天氣，敢若2天爾，因為了後佫會再變天。拜五到禮拜，東北季風佫落南，北部、東北部水氣會變較高，而且溫度嘛下降。也佫有另外，目前佇越南東邊的海面上，即馬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有可能會結做輕度的風颱，所以駛佇東沙島附近的船隻就要小心。宜蘭外澳的海雞仔，昨早有民眾看到2隻海鴿。釣上倒佇海邊啊，一隻較大隻已經死去啊，另外一隻互海巡警員救起來了後，也毋過因為受重傷，傷真重，獸醫講真惡恢復，所以即馬打算要用人道的方式甲伊安樂死，而且嘛會驗屍，了解因渴衰原因。畫面內底即隻觀察頭，佇海沙堡頂懸靠搭，閣要會震動，民眾趕緊通報海巡人員。宜蘭頭城外澳的海沙堡17早起6點，有民眾看到2隻觀察頭佇海沙堡靠搭，有一隻已經明顯死亡。我家的窗戶往外看，就發現怎麼沙灘上有一個很像海豚的東西，所以我就趕緊就是下來沙灘去看。有幫忙。海巡人員剛要挖嚟這隻觀察頭，用毯仔包咧。藍水保持淡濕，等警隊協會甲獸醫來現場檢查甲救援。這隻死亡的觀察頭，分數有292公分長，咱若活這隻是157公分，2隻分數攏傷痕累累。安怎造成這個傷？甲靠大原因也要調查。未少民眾嘛真好奇去現場看。那活體的部分呢，我們稍晚會有精準協會以及合作的獸醫師到場進行那個個體的檢傷，個體。上存的那個野放的一個條件的話，我們會採取就是以野放為主。關府農業處表示，死亡的這隻觀察頭會交予警團協會解剖，釐清死亡甲靠大原因。記者綜合報道。今鄉親同齊關心今仔日報紙的重點，咱先來看聯合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6日時佇以色列嘅首都特拉維夫對外宣布，美國總統拜登佇拜三今仔日會去以色列訪問，來表達堅定支持以色列嘅立場，嘛去了解以色列嘅軍方是要安怎降低加沙地區百姓嘅傷亡，互人道救援會當進行。繼續關心自由時報，根據農業部嘅統計，咱國人去年每一個人平均食肉嘅量有87公斤半。食肉是坐過食五穀，這嘛是頭一屆食肉坐過食米。來關心中國時報，有媒體即嘛是報講 SBL 超級籃球聯賽之前佇儒良納智捷拍球的球星吳桂英涉嫌拍假球，伊講伊長期配合組頭，一場上袂當賺50萬。
中华篮球协会伫今仔日会开纪律委员会，伊目前是伫台湾美女球队拍球，球团已经要求伊爱离开。伊本人是回应讲，拍假球是甲朋友咧讲算笑的，一切拢会配合调查。伫台北市有一个姓陈的司机，进前咧加油站用歹听话甲加油站的员工吵，互起诉。法院是依照公然侮辱罪判伊3个月有期徒刑，或者是爱罚款、罚金、罚9万块。因为法院是判了伤过重，所以检察总长即马依照伊的职权提起非常上诉。但法院是表示，法官案件实在是伤济啊，所以才失误用唔着法条去判。原本顺利的加油，向阳弯起来，客运车司机喜气正拳，大声的骂加油站员工。中本7十的姓陈司机对工作人员不满，信用卡结束了，直接就洗车棚，用歹听话甲请案，员工生气，直接报案。讯后依刑法公然侮辱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开嘴就是歹听话，检方依法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审查了，认为司机无尊重的观念，直直强辩要下责任，连伫法院就大细声，拢无悔改。照公然侮辱罪判刑3个月，会使一科罚金9万。双方无搁上诉，伫专案定案了，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台北地检署的执行科发觉要执行这位陈姓民众的时候，发觉他的最轻的刑度跟他的判决刑度是不相符的因此台北地检署主动提起申请非常上诉。法院的谈判最高检指出，这是违法判决。毕竟公然侮辱罪法定刑，敢若有区役，也是罚金上悬9000块，违背法令宣判。台北地院解说，审审法官一时无说理，用唔着法条。我没有跟他确认，他那个时候是真的有关于刑法309条的这个法条，他是误看到第2项了。当法官知道他自己的判决违背法令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自责。准讲唔是条过的，唔过做出不当判决，法院照相关规定，对法官会做出后续的处置。最近3年统计提起的非常上诉，每年大约有100-200件，原判决被废弃，比例拢有到70%。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加沙走廊一间病院昨昏爆炸，大约有500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巴勒斯坦的健康部是表示，这拢是以色列空袭害的。不过以色列军方是讲，这是巴勒斯坦的圣战组织射火箭弹射失败，杀害着家己。即马是无人承认到底是谁害病院爆炸。救护车一台刷一台，先看到一个人抱着一个阿兄仔，后壁是一个头壳受伤的查某人。尾后，佫看到一个幼儿仔，规头壳拢是血，有人对车顶扑来。后壁还佫有一个已经受伤昏去的人，大家赶紧甲伊扛入去。边仔家属是行到1入口，尾后佫看到规身躯拢是血昏去的查某人，互人扑来，一台线一台载满着受伤的救护车来到位。17加沙一间病院发生爆炸，几多百人死亡。这是自以色列为了要保护哈马斯，伫17对南部社区地面跨境攻击而发动的无情轰炸以来，上血腥的一件事件。到底是谁人做的，无人承认。巴勒斯坦卫生当局只讲是以色列空袭，以色列军方讲有真侪空袭，也有真侪火箭弹误射。דיווחים כוזבים של חמאס, נכון שאנחנו נלמד את הפרט. That an analysis of the IDF operational systems indicates that a barrage of rockets was fired by terrorists in Gaza, passing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Al-Hali al-Ma'adi hospital in Gaza at the time it was hit. Intelligence from few sources that we have in our hands indicates that the Islamic Jiha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failed rocket launch. 伊斯兰圣战组织发言人时下讲，这完全是被策划。占领国是想要暗砍因对平民所犯的屠杀的罪行。这件代志发生的时间点也真敏感。伫早前，美国总统拜登才宣布18日要去以色列访问，才高调的表示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且听出以色列安怎尽量减少百姓的伤亡。伫咧边发生爆炸了，民众的情绪实在是挡袂住啊！约旦河西岸的城市雷马纳就发生示威抗议。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用催泪瓦斯赶走反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的民众。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巴勒斯坦的伊斯兰组织哈马斯16头届公开人质的影片，影片当中有看到一个21岁的女性，伊有法国甲以色列公民的身份。哈马斯是表示，目前因手头有200多人，以色列即马已经试找科技人才，利用专业技术来找找失踪者。哈马斯民兵16头一摆公开一段影片，影片中的女性讲家己是21岁谢母，伫一场派对上互掠做人质，希望赶紧回到家人的身边。谢母的脚手骨受伤，绑着好带，当接受治疗。影片公布了后，伊的家属证实，这名女性确实是有法国甲以色列双重国籍的谢母。哈马斯切切对以色列发动偷袭，掠民众到加沙走廊做人质。以色列政府指出，大约有199人互掠到加沙。哈马斯是讲，至少200至250人。ولكننا نؤكد بأن العدوان الصهيوني الغاشم على المباني والبيوت وقصف البنايات دون سابق إنذار أدى إلى فقدان 22 أسيرا منهم لحياتهم حتى الآن。过去9天来，以色列有450名志工，多数是科技业的专业人士，因网络手头的工课，利用 AI 面部加语音辨识系统，协助民众找找失踪的情人。There was a live video of how they enter into different rooms and slaughtered children and horrible pictures. And what they do now is they go one by one and they remove those videos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at we basically monitor that and we analyze those videos. 目前卫星相片显示，以色列伫加沙北部的边境部署400多台装甲车加其他车辆，显示可能真紧就会展开地面行动。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扬警告，一旦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攻击，有计几点钟之内，支持加沙的相关反抗组织就会对以色列发动先制攻击，冲突恐惊会搁进一步升级。以色列也继续针对黎巴嫩境内亲伊朗的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佮宣布疏散伊国北部28地点的居民。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俄罗斯发动俄乌战争已经1年多，俄罗斯总统普丁伫战争后头届出国访问，伊昨昏是去北京，伊去参加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倡议论坛。普丁今仔日会发表演讲，嘛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俄罗斯总统普丁今仔日早起去北京，由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去迎接。今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出10周年，普丁受到邀请参加17甲18这2天举行的论坛峰会，而且按算明仔载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Да, мы видим, что кто-то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 ее как попытку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го-то под себя подмять, но мы не видим этого. Мы видим просто желание к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10年来，中国透过输出基础建设、发展外交，延伸到东南亚、南亚、欧陆，甚至非洲。亲像积极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互中国西部会当透过巴基斯坦、直透印度洋，建立去中东的路。也若甲印尼合作的东南亚头一条高铁雅万高铁，嘛伫顶一日正式投入营运。印尼总统佐科威17甲中国总理李强举行双边会谈，强调中国已经加做印尼上界主要的贸易同伴，也佫有第2大投资的来源国。不过嘛，分析指出，即马中国经济放慢，国际局势变动，也佫有国家内政复杂，"一带一路"几啊届互批评是债务陷阱，互后续发展面临袂少压力。G7的国家当中，唯一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意大利，到至期并无看到实际上的好处。有风声讲，因特别退出，嘛，互"一带一路"的未来充满无确定性。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镜头来韩国2年一届的国防航太展览即马正在举办。会场内底上界显目的，就是南韩参考美国 F-35甲 F-22战机所研发的 KF-21战机。有专家就去算，讲韩国伫去年2022年因对外军售的金额有达到美金179亿。这是2023年8月，波兰举行后冷战时代上大规模的阅兵典礼。来自韩国的 K-2型主力战车嘛出现伫阅兵的行列之中。事实上，波兰会使讲是韩国军火出口的大客户之一。除了总数有1000架的战车出口甲受关生产了外，阁有超过200架的 K9型自走炮，嘛豆豆正做波兰陆军的主力。
波兰为着强化东部边境的防卫，重新组成第18个机械化步兵师，并且按2023年开始配备韩国的 K-239多管的火箭，总数有到288只，比韩国家己在用的搁较侪。伫空军方面，韩国航太工业 KAI 出品的 FA-50轻型战机，波兰嘛是上大的海外买主。这寡重要外销军品，拢伫2023年度的航太国防展现身。 서울 아덱스는 항공우주와 방산기술의 현재와 미래를 한자리에서 볼 수 있는 국내 유일무이한 자리며 세계적인 관심을 끌고 있는 우리나라 산업이 더욱 도약할 기회이기도 합니다. 韩国的军火外销买主当然唔拿波兰，包括北约组织的土耳其、挪威等国，拢用买卖也是授权生产的方式。 摕到机构自走炮等重要军备，原来 FA-50战机、甲 T-50高级教练机是以印尼、泰国、菲律宾等东协国家为主。另外，展览会场上显目的韩国后一代新战机 KF-21，外形和美国的 F-35和 F-22不假相像，除了采用和美军 F-18战机相像的子公司引领，航空电子和武器系统嘛袂少欧美厂商参与。 上时阵，因为印尼嘛有投资研发计划，所以未来印尼空军嘛会使用 KF-21新战机。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和乡亲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按算伫今仔日要去以色列访问，也那德国的总理肖兹是早一步，伊即马人已经伫以色列访问。即马假设以巴冲突发生了后，头一个去访问的外国领袖。 小组谴责哈马斯，强调以色列是在对抗恐怖主义，是符合国际法的。伊嘛警告伊朗唔通加入来乱。继续关心美国、日本、南韩负责北韩事务的代表，昨昏伫印尼开会，针对北韩最近有送予俄罗斯超过1000个贵贵的军事装备，美国即马是表示这是害俄战争战未煞。伊嘛烦恼讲双方唔知有甚款暗盘，俄罗斯到底是提供北韩啥物回报？ 继续关心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有报讲，美国商务部宣布要大规模限制人工智慧晶片的出口管制，这是让美国的企业辉达也个 Intel 无法度卖产品给中国。商务部长有对外表示，这个规定是为了要防止中国摕到先进的半导体去发展 AI 加精密电脑，去强化因的军事应用。镜头搁倒来国内，咱来关心明年的总统大选。外界即马关心南北合。 国文的办公室是提出讲用全民调来决定人选，伊嘛讲要讨论，就爱讨论真正做会到的。若是要协商全民调，安尼双方就会当见面。严格好友谊办公室执行长金普聪是认为，民众党伤过强势，南北合毋是赢的全占去，爱有春秋。也那即马郭台铭的阵营是认为讲，颠倒因认为因甲民众党要合作的空间较大。 重启总统大选，国民党侯友宜到新竹苗栗作势，也毋过南北合列出会证会一直拢无确定时间。侯友宜阵营17等出南北合会期建议方案，民众党国文的阵营是提出全民调两方案。国办讲要讨论全民调，双方会当见面，也毋过侯办强调希望坐落来讲中和的方案。如果要讨论，就是要讨论具体可行的。那也很谢谢金执行长，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真的很辛苦了。我真的是感到很意外，因为我们不是在要打淘汰赛，我们应该是合作起来，组成一个联队，共同努力推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国办两方案 A 案比较国民党2020总统初选方式，用对比加互比地形，导入郭台铭；B 案比较民进党2020总统初选方式，用纯对比式民调。后办是等做3规划6方式，希望量早会谈讨论民调初选加开放式民主初选的综合方案，费用各出一半到封闭方式，双方拢有坚持。南北安怎合也各有变数，也毋过传出继续重启联署的郭台铭，有意甲瓜地亚协商。过瓜合，郭台铭办公室表示，未来甲民众党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我心中非常清楚团结是胜远的唯一方程式。在野政客也有条件，另外一边，民进党热强调出席台北胖子店，话声要将台湾打造经济大国。我希望未来我能够结合台湾社会各界、各行各业，
共同打造台湾在经济上成为日不落国。罗前地也主席台湾美国商会活动，讲到接种理念要继续有关专情。记者综合报道。也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要选总统，即马长得连署，支持郭台铭的新竹县新埔民意代表会姓王的主席，涉嫌是讲来连署就当提钱，和新竹的检方申请羁押，法院嘛已经裁定收押。承办检察官讯问王楠后，认其涉犯前开罪嫌重大，且有羁押的必要，于昨日深夜向台湾新竹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王楠。法院于今日上午召开羁押庭，承办检察官亦到庭论告。法院讯问王楠后，已于今日中午裁准羁押禁见。对画面内底，当看到郭台铭顶个月去新竹造势时，新埔民意代表会姓王的主席就徛伫伊的后壁。检方是接到证据，讲伊咧替郭台铭就连署办活动，有来车马拢有400块通摕。检调发动搜索，真正有找到现金，连署书依法上班，嘛申请羁押。啊，那法院伫昨中昼已经裁定收押禁见。来关心台地的建案害厝起气，最近有民众听到讲，因家己住的厝有闭气、有裂气，佮有石头啊落来的声音，门口的高瓦壁嘛有闭气。技师赶紧去现场鉴定，也毋过是认定讲暂时无危险。也毋过即马有市议员是认为讲，即款厝、即个厝住落袂安心，所以要求市府就要紧去处理。门自己关起来。原本爱用手关起来门，煞变做是自动门会家己关起来。这款无属常的情形，出现伫台地林损案附近徛家的厝内，走开态度嘛明显闭气，比船较大的镜头还佫会当伸入去，住户是惊甲毋敢佫大。感觉是有大。对啊，因为我大部分都在上面，我都会怕。其他台地的建案造成附近的人家厝落去，危楼的部分已经拆掉，不过附近的居民也是逐工提心吊胆地过生活。15个传出有住户听到因家有闭气的声，佫有石头落来，外口最高的阿毛头嘛闭气下陷。李柳第一时间赶去现场，嘛通报台北市政府，技术现场会勘了后。确认有落去，深度差不多7公分，有一些这个裂缝增加的情形，那代表说可能地层的稳定度有点不够稳定。那如果别的建案或者是之后要开工，一定会再影响那个地层的稳定度。那居民是对这个是蛮担心的。李长表示，结果技师判定无即时的危险。不过，因为住址徛起这边拆危楼，才会去震动着土木，证实地层持续伫下陷。台北市议员陈义军要求建管处，都要赶紧提供这个厝的安全鉴定报告，尤其基台边啊，当地时间的建案，嘛，互这个住户烦恼因的厝会佫一概受到损伤。好像我们台北市政府撤退之后，就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们说，我们每一天的监测的资料、监测的报告，房子是不是安全的？检察嘛持续侦办台地林损案。将其他台地建案有3个月检测各样数据几啊解封归零，展开第2波约谈3个人，其中基台规划部姓邱的查甫人以15万交保，其他2个人是无保请回。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疾管署公布今年上细汉流感死亡的案例，是南部一个11个月大的婴仔，伊胃着了后引起肺炎、心肌炎，带入加护病房，过动工就过往。另外，即马咱天狗节的疫情嘛也未收煞，顶礼拜佫新增加7个死亡的案例。天狗节疫情由警部顶礼拜全台增加1521个天狗节本土病例，其中包括一个母仔囝对地感染个案是北部新生儿。母亲3前捌感染天狗节个案出事5天了后，有发烧症状，经过采检了后也确诊，目前查某婴由原咧住院治疗中。这也是今年8月以来第2个母婴对地感染天狗节的个案。小朋友在出生之后，那其实是没有回到社区的，他一直是在医疗院所，所以我们推论呢是应该是这个妈妈在这个生产前感染到了登革热之后，那经过这个胎盘啊之类的这个途径，然后传染给小朋友。另外，流感疫情也继续发挥，出现本流感季年纪上细汉死亡个案是南部11个月大的查甫婴仔，有先天心脏病，因为继续发烧未退，活动力下降，送医急救的时已经引起休克。
带离甲后白班迄天就不治死亡，未发病到死亡只有短3天。经过检验检查的结果，发现是说他已经有并发肺炎跟心肌炎的情形哦。那他在这个收治住院之后呢，虽然经过这个积极的治疗跟抢救哦，那不幸还是因为病况变化的比较快，所以在住院的当日就不幸的过世。另外，相关疫情也搁反考，顶礼拜新冠肺炎并发症有43例，比前一礼拜提升。搁头一摆检出 BA.2.86 变异株境外移入个案是 Omicron BA.2 主带变异株。疾管所再次呼吁民众，新冠 XBB.2.5 疫苗对抗目前流行的变异株，拢有免疫保护力，请符合资格的民众赶紧做减少感染甲重症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当中的诈骗，互民众是真火大。诈骗集团要求民众去银行设定约定转销，有民众就哄骗去，一届哄骗几若百万。金管会即马表示，按算伫11月底时，因会提出3个办法来阻挡。也那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靠银行的警觉和协助，已经有成功收掉48亿啊。也毋过未来政府嘛是同款会继续加强约定转售的功能。诈骗手法真侪种，因为网银约定转销hạn价会当达到100万以上，颠倒互诈骗集团有机会快速洗走大笔金额。金管会初步建议3大方向防堵，上紧11月底确定。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临柜组织已经有真好的效果，约定转销也要强化。我们在临柜主诈的这个部分呢，已经有48亿的这个经费被阻拦住。那这一次金管会要推出来的这个预约转账的部分，也是一个主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银行局会要求银行业者新设约定转销户的时，需要对客户做 KYC 等评估，像无用过也是真少用网银的人，甲高龄者需要评估敢是符合使用习惯。第二，观察新设约转户的销户数敢是异常，像一摆设真侪的约转销户，需要了解客户的用途。第三，建议约转销户的联防机制。有立委提起一夜式的广告诈骗，犹原是真侪。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接到报案，网络平台会伫24点钟来摕落来。民众报案的这个平台有一个大数据，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个资料，也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案件的一个状况，我们会有一个警示的清单，会给我们的包括财政部、海关等等。另外，超商付费领包裹诈骗，林佑昌表示，四大超商拢有相关的退货退款机制，强调打诈需要政府甲民间业者同齐来拍拼，才会当杜绝诈骗挖进你甲我。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镜头来苗栗泰安的大安部落10月16日时，有民众通报讲，发现一只台湾乌熊，这只乌熊去踏着山猪条，林业保育署和兽医有赶紧去救，这只乌熊即马当在治疗，总共健康无问题，就会甲这只乌熊野放。即马台湾乌熊保育协会是呼吁讲，为着避免这款情形发生，因是认为要赶紧推动骑名式的改良式蜡具。救援人员好咧来到山坡边，分出备份针麻醉台湾乌熊。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16日接到通报，苗栗泰安乡大安部落一位家井园边啊，大概20公尺远的规定那内有乌熊受困山猪条的吊索，经过检查，乌熊较无一个，有105公斤、29公斤重，麻醉后顺利甲救出。昨日中午接获大安部落族人张瑞庆通报，有一只台湾黑熊受困山猪吊陷阱。台中分署立即启动救援，会同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兽医师前往现场。黑熊经麻醉后，于下午4点40分顺利脱困，后送生多所乌石坑研究中心医疗照养。互人抬死的东宝山台湾乌熊，在身就捌几啊摆踏入陷阱。大细山的台湾乌熊是前脚受困山猪条，哪像最后脱水死亡。台湾乌熊保育协会讲，要对查非法设置山猪条非常的困难，建议政府规定乌熊分布的关键地区禁止放陷阱，赶紧推动生命制改良式蜡具。一定都会有执行上的困难，因为有些可能是放了很久，然后甚至连放的人自己他都忘记到底是放在哪里，或者是什么时间放的。毕竟套索不是每一个套索上面都有绑名字，新的改良式套索这个地方它是有希望可以纳入实名制的这个管理这样。林业保育署讲，当时套索的固定有2段，
推测救援地点毋是乌鱼马仔落陷的第一现场，若是要追查下山拄掉的人，不加困难。另外，乌鱼马仔目前伫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疗养，精神真好，也毋过对人有真强的警戒心，chân骹小可整整。医疗若观察无问题，会赶紧押放。记者综合报道。也伫新竹市的图书馆、关东分馆10月初才拄开幕开始使用，想要到这半个月时间尔，即马就传出有囡仔囝配合图书馆入去内底爱脱鞋啊、穿袜啊的规定，入去内底无到3分钟，囡仔煞骨气跋倒，摔甲流血流地。囡仔来图书馆看册，竟然跋甲流血流地，因为图书馆涂骹厝的茶壳地板伤过头骨，加上囡仔骹穿袜啊。无细力才会跋倒，造成规面拢血。有家长是讲，拢会替囡仔准备止骨的鞋啊，囡仔穿了较安全。我觉得还好诶，其实小孩应该是要穿止滑袜，因为比较小的他们确实如果穿袜子会滑倒，但是其实小朋友的袜子应该是会有止滑的效果。如果说在室内的话，它的地板是不是应该在整修过或是整理过啊？因为小朋友穿那个袜子没有止滑嘛，没有止滑一定会滑倒嘛。新竹市关东地区的这个图书馆，月初才拄开幕，还未半个月就传出意外。市府表示，未来会增加软的地板、触地涂骹，以免意外搁再发生。发生滑倒事件的当下，管员第一时间是给予止血安抚。那当下我也有致电给家长表达歉意。我们正在研议增设止滑垫、地毯或者是地垫的部分。原本应该是安全的所在，却因为地板的关系，变成危险的阅读环境。市府讲，第一改善也未完成的这段时间，会先开放予民众甲囡仔先会当免穿鞋啊，就通入去内底。嘛提醒大家，伫内底行的时阵要注意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即马台南、东山也有白河的青皮碰柑长得大出。今年顶半年是因为下港可环严重无雨水，农会即马就讲今年的产量应该比永过减2成，若继续无受影响。农民是讲因为无水的关系，所以今年的柑仔有较细粒，也毋过价较甜。一粒粒青茎叶的碰柑，搁伫咧树仔顶等伊变黄。10月开始，台南东山白河地区的碰柑就正热产季。不过因为今年顶半冬等无雨水，地区碰柑迄当时等要开花，受到真大影响，花拢开袂起来，造成有开满花现象。东山农会指出，估计今年产量减2成以上。最主要是开花，无生，有生进了，若准讲满花，进了细粒，足细粒搁青。最近有的万花拢无通加，产量绝对今年减啦，减到有3-4成，以用安尼啦。台南的青皮碰柑大部分拢种伫咧海拔300到500公尺之间的山坪。农民讲，这特别好食的关键，主要是靠日夜温差。天气愈冷，碰柑就哪黄哪碰，因为无雨水，颗粒整体平均嘛平永年较细粒。不过季节甜度煞甜得甜不不。东山农会表示，今年碰柑一斤30至50块，目前计小平均。就低耶，很多汁，很好吃。但是你跟我说要干嘛的吗？这样子。哦。预估今年的青平碰柑因为到12月中可能都还有那个，民众还是有买的机会嘛？对。北河区公所即马嘛当咧规划办相关活动，因咱算伫咧11月碰柑大出的时办碰柑节，替农民斗相共行销在地碰柑。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一若外来种的青豆丁，即马一直伫高雄和屏东咧探生，尤其最近高雄有愈来愈侪所在拢有。农业局伫今年掠到青豆丁的数量已经有5000只，若最近6冬数量已经超过15倍。也毋过有专家是建议讲，政府爱对源头加强管理，毋好互因继续生炭，若无愈掠愈侪，嘛是无较抓。把那个胶带。看到人员用网仔将青豆丁扛起来，阁有人掠到伊的颔棍，准备用大棒将喙搭起来。青豆丁伫南台湾时常看到，连基顶当中个小嘛出现2只。经过校方表示，因伫旧年就发现，虽然学校通报几若摆，毋过拢掠袂到，来造成学校真侪困扰。有当时伊会放尿，那有当时囡仔伫遮咧拍球的时阵会去滴到。伊的排泄物。青豆丁过去拢出现伫较偏远地区，毋过最近伫红沙这样拢看会到。
农业局统计，今年到达高雄市移除车道顶数量大约4900只，这6档来移除的数量嘛增加15倍。虽然车道顶未主动攻击，专家认为政府要加强源头管理，唔让民众通报接掠，应该要防止伊继续生产。我人去掠迄种应该有爱掠的所在，爱掠的所在一般拢迄种，迄数量较少，无落去引先看去的所在。根据统计，咱旧年高雄市道掠差不多5000几只的车道顶，到目前为止嘛差不多掠有4900只左右。其实车道顶是食菜，伊袂主动攻击人，若有人靠近，伊足无胆，伊足紧就走去啊。高雄市农业局嘛发现，这几个月车道顶出现地点有愈来愈接近人济的市区，所以移除重点是公园甲学校。农业局嘛呼吁民众，若是看到因，会当通报1999，会有专业人员到场处理。另外嘛，请民众唔通弃用。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头拄看是外来种，若咱台湾原生的合作菇和赤米菇，即马是正做强要济种的菇。咱国内即马有菇的保育教育园区，毋但有照顾这菇，嘛有伫研究和保育。照互管理员向民众绍介这乌菇，边仔阁有研究人员咧记录乌菇生长的资料。这是国内第一个专门只有照顾菇类动物的保育教育园区。阮也收容保育，嘛做教育推广。这乌菇足侪，因为阮土里嘛有饲啦，来这参观者看一下这个其他的物种啦。觉得这里的那个导览老师介绍的非常丰富，然后我也真的是大开眼界，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乌龟。龟类的就是照养展示，然后去营造说是一个符合动物福利的一个就是展示区域之外，主要就是去想要推广说就是我们龟类保育生态保育教育的一个推广，以及作为原生龟就是研究的一个平台这样子。这个菇类保育教育园区为伫2019年成立到今。主要是照顾台湾原生种的石蛇龟甲彩冠龟，教育园区保育，这是教育甲研究的场所。内底无医生嘛无空间去收容民众捡到也是无爱饲的乌菇。量体重的时候会顺便看它的外观啊有什么受损，那可以透过它的体重或是外观来去做一个健康检查这样子。如果民众有收到或是捡到这些路障的乌龟，不管是野生的还是受伤的，那其实比较适合的是跟当地的县市政府做联络，那当地县市政府会提供协助跟处理。教育园区表示，经过4天的时间，内底计共收容将近800只的菇类动物，考虑到防疫的安全，所以只开放教育有用的导览，未来会向栖地野放的目标来进行，让台湾原生种的菇类生态达到恢复平衡。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第12届总统文化奖张举办颁奖典礼，这届得奖人有来自歌戏界的先辈廖庆基老师，有结合传统文化和当代艺术的张启典。另外，还有20多年来驻心的环境议题的公共电视节目《咱的岛，我们的岛》，带乡亲来看因对咱文化贡献。总统文化奖颁奖典礼，坐歌戏后辈，决定看歌戏第一颗弹廖庆基上台。伊一世人驻心的歌戏演出，也深入社区传统歌戏，得到文化金韵奖。希望咱台湾歌戏土生土长的艺术，会当久久长长发展落去。在此，跟在此为传统歌戏，令得继续保存。台湾民间信仰，若亲人过身，办丧的时会烧纸厝这寡物件。艺术家张启典以传统古早文化结合当代艺术，变做影片，得到青年创意奖。有几个作品是包含非常 local 的生活，那像是在菜市场会看到的一些扁掉的死老鼠这样，那也是我的作品之一。但它是用纸做的，重现的。用镜头让大众关注环境的议题，公共电视的节目《咱的岛》20几年来千外集的节目，深入台湾每一角市，带观众关注环境，得到社会改革奖。那我们也很忧心，有很多不公义的环境政策正在发生，尤其在政策的选择上，往往环境、生态、土地跟社会弱势是被牺牲的。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危境之战。
也那台湾有侪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人口，但是定互人歧视。南洋姊妹会踮伫台湾要30年，做消毒歧视的工作，也推动改革，得到人道奉献奖。也那噶玛兰发展协会伫花莲传承噶玛兰族摇尾狮团的技术，用金蕉丝做出一匹一匹布，得到在地希望奖。总统蔡英文讲，这款得奖人拢来自无共的背景，但是拢在展现台湾多元的文化，深化台湾文化的内容，拢是咱尊敬的对象。记者阮条水台北报道。因为国立台湾戏剧学院即马一个举办艺术季，歌戏的这部分是由表演艺术保存者王金英老师甲小米老师两个国宝亲身参加，剧本是写作4句联，咱即马做回来看。即马伫舞台顶长伫搬的，就是《甘国宝过台湾》。这出戏伫台湾已经流传真侪年。今年由歌戏的传统表演艺术保存者王金英老师和小米老师，甲因的功夫拢教予台湾戏剧学院的学生，按算要伫11月演出。这出戏原本是内台的连本大戏，王金英老师甲要演10天的戏改编做2点钟，由小米老师编排骹步手路。当伫咧排的时阵讲，哎呀，啊是要安怎带上舞台咧？安尼心肝安尼足急的啦，毋过急嘛急无法度咧。这戏的部分、唱腔的部分是爱一步一卡印。两位国宝级的歌戏演员亲身看教学生，除了重视身段，嘛真要意学生的台语发音。王金英老师讲，这届特别把剧本改编做全4句联的形式，除了表现台语的艺术性，嘛毋望学生的台语腔爱讲好正，互观众在看戏的时免看字幕嘛听有。演戏的精神最重要的，啊，搁有安怎甲身段，安怎甲情绪，安怎甲字教好正。这最重要的。王金英老师甲小米老师，因的唱腔拢甲别人搁较无共款，这也是真困难爱去克服的。甘国宝过台湾这出大戏，会伫国立台湾戏剧学院所办的乌光线色艺术节活动期间演出。除了歌戏以外，也有客家戏、京剧等等各共13场演出。活动按10月中办到12月初3，毋望会当邀请民众做伙来欣赏精彩的戏剧演出。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再来看红仔。这是迪士尼，是每一个人伫囡仔时代上爱看的艋舺甲红仔。即马迪士尼正在庆祝因100岁，伊嘛发表新的影片，内底有500个角色同齐来祝因生日快乐。也毋过即马当地罢工，好莱坞演员工会因是补办迪士尼继续加薪水，因是走去迪士尼的总部抗议。Is that it? They all gone? Oh boy! Come on, Minnie. 迪士尼环境百岁推出9分钟短片，由迪士尼上经典的动画角色米老鼠展开，刷了历年迪士尼动画工作室所创作的角色同齐做伙，为白雪公主到102电狗，为玩具总动员到冰雪奇缘。有500多位艋舺人物共同参与这场生日会，片中无被记得向已经过身的创办人华特迪士尼致敬。Darryl Zanuck, distinguished producer, receives the Legion of Honor from the French consul. 华特迪士尼伫1923年甲弟弟洛伊迪士尼伫好莱坞成立迪士尼动画工作室，因推出的第一个艋舺角色，其实是一只叫做奥斯华的幸运兔仔。不过因为合约问题被迫放弃，后来华特迪士尼在坐火车的时，创造出一个以鸟鼠为原型的艋舺形象，才互米老鼠伫1928年透过《气准为离合》这部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的动画片，一个出名。8年来，除了伫动画世界时代幕僚，迪士尼后来更加积极的扩大版图，设立将人影视制作成立主题乐园。苹果电视台甲体育频道同时推出串流平台，加做出名的多元跨国媒体集团。也毋过，到伫迪士尼成立100年的重要时刻，当日罢工的演员工会刷主持迪士尼加州总部头前游行示威，以另外一种方式为迪士尼庆祝生日。Today is the 100-year anniversary of Disney Studios and day 95 of the SAG-AFTRA strike. We would love to be a part of the celebration with Disney, but unfortunately the CEOs walked away from the table just last week.
So we're going to hold a party of our own out here. 迪士尼最近几年经过疫情等因素冲击，造成营运落盘。内部目前当咧进行整顿，今年以来已经裁员7000人，营运罢工危机，恐惊只是经过100年的迪士尼未来需要面对的经济挑战之一。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乡亲下东北后这2天的好天气，因为今仔日和明仔载东北季风减弱，咱台湾各地平湖、金门、马祖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只有东半部和恒春半岛有关会落地渐雨。伫温度的方面，全台低温是21度至25度，若高温是27度至31度，拢有小可回温。所以来同齐来关心各地头详细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29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